This is so funny. 今日咧，我係諗好多香港人都同我一樣啦，即係個心係好難過啦，個腦好亂啦。原本咧我係準備咗啲好笑嘅政治笑話想同大家講嘅，但係睇完個新聞咧，我係真係笑唔出咯。即係老實講啦，即係當我第一次睇到即時新聞嘅時候咧，以為係10幾個人受傷啦吓，當時就心諗希望大步檻過啦。點知過咗幾個鐘吓，個數字咧就不斷跳13個、20個、30個，而到依家最新嘅消息咧係44個。喂，你44條人命，你試諗下啦，一架巴士坐滿人都係咁上下人啫，係嘛？突然之間一場火，成架巴士嘅人就係咁樣冇咗，即係呢一下呢，我個心係好唔舒服咯，即係嗰種感覺就係，即係你會忍唔住問個天啊，即係點解香港會淪落到咁啊？點解連喺屋企瞓個覺都要死得咁慘啊？當中呢係包括一個英勇嘅消防員何偉豪啦，佢就衝入去救人啦，就再都冇翻出嚟啊！喺依家喺醫院入邊咧，仲有66個嘅傷者仲喺度搏緊命啊！當中咧15個係危殆。你試想像下富士山殮房嘅畫面啊！喂，40幾個家庭、幾百個家庭喺度排隊迎屍喎，有啲咧可能仲係白頭人送黑頭人添啊！有啲可能係個細路仔冇咗爸爸媽媽，喂嗰種喊聲啊！喂，你諗下都覺得心裂啦，係嘛？即係嗰種痛啊，係會跟住佢哋一世啊！但係呢個地獄嘅場景入邊咧，即係令我最心寒嘅係咩呢？係靜啊！點解啊？因為你死咗咁多人，燒到咁猛呢，但係成棟大廈嘅火警鐘呢，竟然係冇響過啊！喂，嗰刻呢，我個背脊呢，真係涼咗一截啊！喂，原來係當死神過嚟敲門嗰陣呢，係連一聲警告都唔會俾你咯。你交咗管理費啦，你以為有個制度保護你啦，你以為有防火條例啦，但原來嗰套制度係假噶，即係原來我哋條命呢，係可以咁兒戲噶。我之後慢慢睇翻資料啦，我係想揾出個原因啦，即係點解啲火會燒得快過火箭啦？原來呢係有人因為慳皮搭棚工會呢就踢爆咗個行內秘密，一張阻燃網呢90蚊，一張普通網呢50幾蚊，中間差幾多啊？40幾蚊，就係一個飯盒、一杯凍檸茶嘅價錢。原來44條人命喺嗰班工程商眼入邊呢，就係值呢40蚊嘅差價。佢哋嘅如意算盤係點呢？阻燃網呢曬兩曬就脆啊嘛，用一次就要掉啊嘛，好貴啊嘛。普通網咧係可以無限重用嘅喎，好抵喎。於是咧佢哋就搏咯，搏政府唔會查啦，搏個天唔會旱咯，搏你好彩啦，係嘛？佢哋將我哋條命咧擺喺個賭台上面啦，賭注就係幾十蚊一張網。佢哋已經贏咗啦，賺到幾十蚊啊嘛，但係佢哋輸咗嘅呢係賠喺44個家庭嘅幸福啊！喂，講真，睇到呢一度呢，即係我唔係嬲，我係心寒咯。即係原來我哋嘅安全呢係可以咁樣被7折賣走咗啊！即係原來香港人嘅命呢係咁廉價啊！如果話個網係空氣，咁成件事嘅源頭呢，就係嗰個3億3千萬嘅天價維修工程，就係每一戶呢都要夾成15到19萬啊！大家做香港人都知道10幾20萬對一個大埔嘅舊屋苑嘅家庭係咩概念啦？嗰度唔係半山豪宅。住嘅好多都係老街坊，可能有個婆婆部冷氣機嘈到拆天都唔捨得換添啊！就係為咗慳個千幾蚊，可能係有對父母啊個仔想去轉日本畢業旅行，都叫佢忍下先，話屋企要留啲錢傍身。即係佢哋慳埋咧，連買一部新少少嘅乾衣機咧都驚俾人話奢侈，就係為咗交呢筆維修費啊！即係佢哋係以為交咗錢啦，間屋咧就安全，就有得安享晚年。點知原來佢哋辛苦儲翻嚟嘅錢，唔係用嚟保命啊！係用嚟買咗個會着火嘅籠，困死自己啊！而當班業主好卑微，只係想聽下個會，睇下啲錢點用嗰陣呢，當時個法團主席鄧國權係點講啊？佢對住班老街坊講啊，旁聽係冇意思㗎。你聽下呢一句說話係幾涼薄幾折墮啊！一句冇意思啊，就抹殺咗業主嘅知情權啊！喂，你係主人家，喂，你俾咗錢，但喺佢哋眼入邊呢，你只係一張識嘔錢嘅提款卡啫，係嘛？你嘔完錢之後呢，你就係一嚿阻住佢哋發達嘅垃圾，係嘛？即係嗰種高高在上嘅傲慢啊，比起火啊，係更加之令人窒息啊！以前呢，我哋係信有事就可以揾議員幫手，揾區議員主持公道，但係你睇下依家呢單嘢背後啊，法團顧問係邊個啊？係民建聯嘅黃碧嬌啊！佢接手咗升官嘅胡建文個位，做咗個法團嘅大靠山啊！幾個月之前呢，有業主就好醒目，即係佢哋揾到
5% 嘅業主聯署想罷免法團自救。佢話業主妖言惑眾，話有人搞事，叫大家支持現屆法團留任，即係佢係用佢嘅政治能量去壓嗰班想自救嘅小業主。好啦，咁依家出咗事啦，死咗40幾個人啦。咁民建聯第一時間做咩啊？佢哋咧唔係去現場幫手，唔係去道歉，佢哋係半夜發咗嗰個嚴正聲明，話從來都未參與過。即係我係望住個聲明呢，我係真係想問一句，喂，黃小姐，你夜晚瞓唔瞓得着啊？喂，當日你咁落力幫個法團護航嗰陣，你有冇諗過你保住嘅唔係一個法團，而係一個會殺人嘅炸彈啊？嗱，依家爆咗，你一句冇參與就想抹走44條人命，政治切割得咁快，但係人血饅頭你哋係食咗幾耐啊？嗱，講到最後，點解我會咁唔開心呢？係因為我諗起1996年嘉利大廈當年死咗41個，我哋以為自己已經係最慘，我哋以為香港係會學精，係會有制度、有監管，點知幾廿年過去，今次嘅宏福苑死咗44個，歷史唔單止係重演，仲要更加之殘酷。原來香港咧係冇進步過，原來只要有錢銀嘅利益，只要有權力嘅撐腰啊，安全條例咧就係廢紙啊，業主嘅聲音就係噪音，人命咧就係數字。嗱，潘焯鴻投訴過冇人理，網民拍片測過個網冇人理，直至係燒死44個人，何偉豪殉職，直至習近平出聲哀悼，啲官先係識得喐。嗱，呢個呢唔係意外，呢個係我哋成個社會嘅悲哀啊！即係我哋依家失去嘅呢唔止係宏福苑嗰幾層樓啊，即係我哋失去嘅呢係嗰種只要我守規矩我就會安全嘅嗰種安全感啊！嗱，今日呢我唔俾咩結論大家，我只係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，因為依家呢個時勢呢，平安其實已經係一種奢侈啊！好啦，大家保重，拜拜。